为什么台罗仔看起来好像很爱生气？你听清楚咯，你们听清楚咯。为什么台罗仔看起来很爱生气？你这个问题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差不多就是在问为什么女生上厕所比较慢。你问错问题了，女生上厕所没有比较慢，只是因为服装或是一些其他的原因，她们需要的时间比较多，那个不叫做女生上厕所比较慢。同样的道理，台罗仔看起来常常在生气，不是因为我们爱生气。我举个例子，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一个韩国人，然后你平常都是讲韩语，然后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都用韩文打字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有事没事发个文，就会有人跑来跟你说啊，你们韩文以前都用汉字写啊，为什么你们要写韩文？你们用韩文怎么可能正确表达韩语的发音啊？你写韩文谁看得懂啊？如果你一天到晚遇到这种讯息，你会不会生气嘛？就不是啊，你也不讲韩语，韩文也不是你在用，韩文也不是你在看，我发的文也不是给你看的，你到底是在靠背什么？你会不会生气嘛？对，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不是我们爱生气，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台语文使用者的话，你就会常常遇到这种必须生气的情况，你就会常常被迫生气。我们也不想啊，大家可以把这段贴给那个还是搞不懂的人。对，如果他看了再搞不懂那就算了，至少我有获得一点时数，我就满足了。而且每次在那边意见一堆的都是平常没有在用台语的人，好不好？不要再骗了，超明显。就你就不是日本人，你也没在学日语啊，你怎么会对日文文法那么多意见？就同一个概念好吗？完全就是同一个概念。会在那边说什么觉得台罗没有办法正确表达那个各地不同的那个 Q 交叉的嘛，就是说那个南北发音不一样，用罗马字没有办法标示出来的。讲这种话的人就是从来没有学过罗马字，好不好？你如果有学过罗马字，你就会知道发音不同的话，那个你写下来就是你就写不一样的字下来了。你反而是用汉字才没有办法表现出差异吧？最爱讲那种话的都是没有在学，根本就不会的人，意见才一堆。你能不生气吗？怎么是你意见最多啊？也不是你有书写这个语言的需求，为什么是你要教我怎么写啊？是怎样？这个语言也不是你在用，然后你也其实没有那么关心，你也只是在假装关心，那你意见还那么多，你就是欠我骂。